喂，唔使逐個字刨晒啲招股書啦，等我同你講下呢隻手術機械人新貴，精鋒醫療2675，仲話俾你知點解成個財經界都望住佢。一佢究竟賣乜嘢？高級過打機嘅醫生替身。想象下一個外科醫生坐喺控制台前面，好似打緊一部超級精細嘅電子遊戲，但係佢控制緊嘅係病人身體裏邊嘅幾隻機械手臂。做完個手術，傷口仲細過一粒紐扣。呢一間公司精鋒醫療就係整呢一啲手術機械人㗎，佢唔係普通機械人，係俾醫生用嚟做微創手術嘅超級工具。有咩王牌？佢有兩大主打產品，一個係可以裝幾隻機械手一齊做嘅多孔機械人，另一個係只需要開一個窿就搞得掂嘅單孔機械人。仲有個自然腔導機械人，即係唔使開窿，經口腔氣管入去。研發緊，勁響邊度？佢係全中國第一，全世界第二間，同時有3類機械人產品拎齊牌照嘅公司，技術上係有料到㗎。簡單講，佢賣緊嘅係更精準、創傷更細、醫生更輕鬆嘅未來手術方案。二有冇爆炸性潛力？有，但係要睇你點定義爆炸。引爆點一，市場好似一張白紙。而家喺中國100個可以用機械人做嘅手術裏邊，得唔夠1個真係用機械人做。相比之下，美國係22個，呢個差距就係佢哋未來嘅黃金賽道，空間大到難以想象。引爆點二，國貨當自強嘅東風，而家國家政策好支持用翻國產高級醫療設備，醫院買國產機嘅流程快咗，容易咗。響2024年，國產手術機械人嘅市場佔有率已經接近一半，呢個趨勢只會越嚟越勁。引爆點三，業績真係識起飛。2025年上半年，公司收入1.5億人民幣，勁升接近4倍，證明佢唔係得個講字，啲機真係開始賣得出，而且賣得幾好。但係要注意嘅係，佢嘅爆炸仲係燃燒緊錢去爆炸，公司仲係蝕緊本，上年蝕咗接近9000萬人民幣，所以潛力係有，但係要變成實實在在嘅盈利，仲要睇佢未來幾年賣機嘅速度同控制成本嘅能力。三 IPO 值唔值得抽？你可以考慮衝。如果一，你信唔信國產高科技替代外國貨係未來幾年大趨勢？二，你搏唔搏得起？呢啲係高增長高風險嘅潛力股，股價可以大上大落。三，你係咪分散投資？當係用一注錢買個未來嘅可能性，唔會 all in。你應該要諗清楚，甚至 skip。如果你投資只為收息，見到蝕錢公司就走。二，你怕競爭，呢個領域唔止佢一間，威高微創等對手都虎視眈眈。三，你怕佢上市初期嘅走勢會好似華人生物、漢斯艾泰甚至明基醫院咁，即使暗盤高開，但需要電競級手指用嚟幫你秒速沽貨。總結，成件事就好似一手入場費4368美元。買一張未來頂級外科科技嘅門票，張飛有騰訊、中東主權基金等10幾個大佬，基石投資者一齊夾錢買，仲鎖實咗近一半貨，牌面幾靚，有得諗，但絕對唔係穩贏。如果你係中意瞄準未來，願意承受風險去博取更高回報嘅玩家，咁可以研究下細注參與。如果你係追求穩穩陣陣收息嘅，咁呢隻就未必係你杯茶。希望咁講可以幫大家明白呢一間公司啦。如果想收到更多新股、潛力股同埋潛力幣資訊，就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同埋 like 我哋條片啦。